无查张威走，古子弹研作。下课时间，一年生嘅玉珍来办公室请我，拄好听到我同阿飞先生用福佬话打嘴鼓。玉珍也是像木当当的用电影写嘅声音问我：顾先生，唔做乜嘅晓讲福佬话咯？我还问演技，阿飞先生就强定讲：哼，唔对哦，唔对嘅顾先生猛结位咧，唔但将客话讲到一定强，佢咪要通过福佬话嘅中国级哦。强怕好讲笑嘅阿飞先生，同我一路碰风落去，我夹夹同玉珍讲，因为先生嘅阿妹系福佬人啦。